弟兄姊妹平安。今仔日是一个足特别的日。今仔日是2023年，2023年的第一日，1月1号。今仔日是双连教会设教110周年的第一日。今仔日是圣餐的礼拜。今仔日是信徒委员设立的日。今仔日是中保大道事工的动工初恳的日，遮尔啊济的特别，互咱心内欢喜着跳，也互咱搁较谨慎，要用祈祷开始来听上帝的话语，互咱的心准备好，会当承接上帝的话，搁照伊的旨意来行，荣耀伊的名。咱做伙来祈祷。天父上帝，阮感谢你，因为真做你的囝儿是特别荣耀，真做耶稣基督的门徒是何等需要谨慎的代志。主，阮搭伫遮有备家己的心灵来承接你的话语，会当听好清楚，顺探了彻底，来荣耀你的名。佮阮安尼行的时阵，整个教会就求起造。来照光伫地方，甲即个世代，安尼祈祷，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求，阿门。准备即讲的时阵吼，足认真来请咱的同工，用咱110周年的 logo， 诚做这整个讲道的方面，希望提醒咱搁是一个新的开始，所以咱来搁较谨慎，搁较努力，来跑走头前的路站。伫咱开始讲即个建设，也是讲去圣殿、去礼拜堂的即个主题，也是讲建设的主题、起造的主题进前，咱先倒来想一个问题，就是上帝需要厝无？上帝需要住厝无？今仔日的宣调讲了足清楚的，以赛亚书第66章的第1节安尼讲，伊讲上帝安尼讲：天是我的宝座，地是我的骹踏椅。恁会当替我去做啥物款的殿宇啊？互我啥物款安息的所在啊？即句话讲了足清楚。即句话就是讲，上帝其实无需要咱替伊去圣殿，咱所去的圣殿，无论偌水、偌大、偌荣耀，我无法度甲咱至大无比的上帝装点内底。所以神学有一句话讲。将上帝藏踮一个盒仔内底，也是讲上帝藏踮一间厝内底。伊的意思毋是好意思，伊的意思是讲，咱甲上帝看世去，所以上帝互咱装点一个盒仔内底啊。迄是咧提醒咱所信仰的上帝是宇宙的主宰，咱莫甲伊藏踮一个盒底，看小了我们的上帝。咱也知影无啥物物会当甲伊容纳伫内底。因为伊是创造宇宙互咱徛起的上帝，伊比这个宇宙搁较大，咱怎样会当去够大够水的厝来互伊徛起啊？这是无可能的，这是做袂到的。那安尼，咱就要倒来想第二个问题：安尼去会幕、去圣殿、去礼拜堂的意义伫倒位？是为虾米要遮认真来去？因为阮看即旧约的圣经，无论是会幕，无论是圣殿，迄个每一个细节是遐尔啊细致，虾米款的材质，虾米款的颜色，迄个色彩，虾米款的材料，虾米款的尺寸，大细，前后安那排讲了清楚。所有侍奉的人爱怎样安那进行，安那轮班，安那甚至是清洗圣殿内底，迄个献祭了所有物嘛讲了清楚。为什么遮慎重？为什么遮细致？去做圣殿，佮敬拜上帝伫圣殿的内面的意义是啥物？所以咱就知，其实去做圣殿的意义是为着敬拜上帝的人，为着咱人。因为上帝无需要厝体，但是咱需要一个所在来专心敬拜上帝。
所以有人讲，圣殿是一个神圣的空间，咱若躺鞋踏入来，就亲像摩西共款说，这是上帝的所在。就咱会当拍拜来敬拜伊，会当专心来甲伊讲话，佮听叹伊的话语。咱需要一个所在来祈祷，伫遐靠求咱的上帝。咱需要一个所在，是干那咱甲上帝做伙的迄个所在。所以圣殿毋是上帝需要的主体。却是咱需要的主体。圣殿毋是上帝安息的所在，却是咱安息的所在。这是我年慈悲疼痛的上帝为咱有备的。去到圣殿，去到礼拜堂，毋是干那安尼尔。咱会发现，当咱咧去做这个硬体、这个建筑物的时阵，咱其实搁较重要，已经在去做咱这个信仰团体。因为整个信仰团体每一分子、每一个兄弟、每一个同工做伙做一项重要的事工的时阵，就咱的心会活做伙，我们会凝聚在一起。咱会专心无别的其他的想法，咱会团结做一个更较坚实的信仰团体。所以去做礼拜堂是真正重要的代志，因为要互咱有安息祈祷的所在，敬拜上帝的所在，也搁一摆将咱这个团体相连教会，甲伊友我做伙，共同做一项服侍上帝的代志。这是我尔水的一个过程。看到今仔日的经文，咱就要转来看大笔这个人。大笔对做一个各样的少年人，直到战士，直到国王的竞赛，然后变做国王。一世人有一半时间伫战争的内底，但是一生所愿的是去做上帝的圣殿。所以伫撒母耳下卷第7章第20节安尼讲，王就是大笔王对先知拿单讲：你看，我带这个香柏木所起造的宫殿，上帝约柜伫帐房内。伊感觉伊带了上好，上帝带了上歹，这是无法度接受的代志。所以伊足认真地想这项事，就是为上帝来起造圣殿。甚至咱最近咧读的诗篇，咱会发现，大笔做足侪诗歌，有一寡诗歌是个人，即要到房间内的敬拜，讲到伊深深心灵的处境。但是有一寡的诗歌是公众的敬拜，要圣殿要会幕来用的。所以迄个诗歌一定有一个后壁的小标题，叫做《大卫的诗交与灵长》，就是代表的诗歌要交予诗班的团长、敬拜团的团长，过来要配乐器，做伙来唱歌，做伙来敬拜。所以足第一敬拜上帝的代志。但是伊一世人遮尔大的愿望，上帝是怎样回答伊？上帝讲 no。讲你一世人袂为我起造圣殿，毕生所愿得到毕生的拒绝。大笔要安怎？伊一世人的价值那亲像得到足大的危机，有人可能会足类似讲啊，不爱做啊，拢无价值，拢无意义。但是大笔却然是上帝所听。得上帝心意的人，伊足紧调整伊家己好，讲好，我无法度去，但是我会当准备啊。因为去圣地准备足侪代志，敢毋是？材料要准备，工人要准备，人的心要准备，足侪通准备的代志。这就是今仔日所读的经文，伊就用伊半世人的气力，为伊的囝所罗门来准备。伊讲：“我的囝所罗门少年，阁无经验，趁甲伊要开始去，啥物拢无敢好势。”
所以我来为伊准备材料，准备工人，准备人的心做伙，然后伊接续的时阵，就会当开始去，佮去了真水，全世界拢知。所以圣经这段圣经的结论讲，预备甚多，就是伊准备，毋是干那拄拄好尔，嘛是毋是干那亲像有嘛，亲像无够，是准备坐到有剩的程度。你着知，咱着知代表的心意到安尼。所以咱对这段经文会当做两方面的反省甲提醒。第一方面是咱拢会诚做接续这个教会的棒子的人，咱诚做一个接棒者、接续的人，咱为教会前辈来接教会事工的任务甲使命，咱爱怎样来警醒啊？第一，咱来感谢前辈因美好的遗产，因为咱所承接的遗产，毋是干那双联大楼，毋是干那事业体，搁较宝贵的是遐属灵的遗产甲双联精神。咱应该将这有形无形的资产完完整整承接落来，搁完完整整传落去。伫咱咧讲双联的故事的时阵啊，学习圣经内底犹太人对律法、对历史迄款谨慎慎重的态度，莫袂记你创业维艰，莫袂记你信仰的初心。所以咱今年的主题是寻初心，爱双联，敢毋是？咱来记你前辈所做到底是啥物代志是做对了？因做的决定，伊所选择的信用选定，到底正确的是倒一寡？所以因为因的正确的决定，就成做今仔日的双联。咱千万毋通袂记哩，也要继续传承因。咱看见蔡牧师特别伫每一届纪念主日，也是讲特别典礼内底，伊拢会一摆一摆讲到双联的故事、双联的精神。那无每一届听讲啊，新的，那亲像从来毋捌听过，其实咱已经听过足侪届。咱应该爱认真讲，这我听过，后届我来讲。这我听过，后届我来讲。所以咱为一楼开始，咱逐摆接待咱的人客、咱的新朋友的时，为迄个无障碍坡道的耶稣鱼，到迄个焚而不毁的标志，到咱内底即个克西玛尼的祈祷。咱拢会当有故事伫内底，咱嘛无讲双联无十字架，双联的十字架是咱整个大楼为1楼到10楼起来，全台北市上大的十字架，就刻伫咱的建筑物内底。这拢有故事。咱坐座椅，咱今仔日的圣餐道，甚至咱涂骹的东条，互咱当真轻巧来摆椅仔的东条，内底拢有故事甲智慧，咱毋好袂记哩。咱搁来介绍互咱的新朋友，互咱的人客知。第二，咱来反省前辈不足，因为咱拢知前辈是有限有罪，阁有弱点的人。可能是因为时代的限制，可能是因为当时的处境，可能是就是咱有限，无一定逐摆的选择拢100%对，也无一定拢足完全。面对这个咱讲失错也是不足的所在，咱们讲啊哈，因嘛是安尼尔尔，咱会讲感谢上帝，因这有限却做这水的工。超越因的快乐，这一定有上帝甲因同工，才会成就这水个大的工。然后，伊伫因无够的所在，咱就改过来补起哩，互双联更较好。这就是咱这代的责任甲使命。第三，咱每一代拢有咱家己世代的挑战，咱来看了清楚。
然后正面去迎接伊，赢伊到有剩，靠上帝的大气力。而且我们问每一个无共款年纪的兄弟，咱有长辈，恁的时代挑战是啥物？咱有中年的、壮年的，咱的时代挑战是啥物？咱嘛有少年人，恁的时代挑战佫是啥物？咱来看了清楚，正面有勇气去迎接伊，然后靠主赢伊到有剩。咱毋是干那是一个煞接的人。咱嘛爱为下一代来有备。虽然今日所读的经文讲，大比伫伊一世人中间准备真济。咱诚做一个准备者，咱有3方面爱思考甲提醒。第一，咱毋好甲前辈的遗产用甲了了，咱爱会记哩，迄是传互后代世世代代的。蔡牧师几啊届甲咱提醒，咱千万毋通做了尾仔囝。咱毋好看迄个浪子回头的故事，拢足羡慕迄个浪子的，甲家产用甲空空，天父阁疼伊。咱来做一个尽心尽力，好好珍惜属灵遗产的少年人。咱爱会记哩，毋好摕超过咱会当互的这个概念，不要拿超过我们所能给予这个原则。互咱共同的珍贵的宝贝的这个信仰的共同遗产，会当世代传承落去。第二，咱毋是干那被动来珍惜尔，咱来主动为着咱的后辈，为了咱的子子孙孙来接住迄需要的属灵的遗产，甲各种的资源，亲像大笔共款。准备材料了，准备工人，准备工人了，准备人的心，拢准备教业，要传予所罗门来起圣殿。咱来会记哩，咱毋是干那5000在趁5000，咱是10000在趁10000。上帝大祝福的教会，咱着爱亲像咱外口迄个十字架楼顶迄个发光的十字架共款，因为咱的努力。继续照光伫即个社区，也照光伫台湾社会，世世代代传承伊。第三，咱爱磨练、训练、锻炼、磨练咱的后辈，毋是干那咱无做了尾仔囝，咱来磨练咱的后一代无做了尾仔囝。这3个练是有无共款的字评，是有意义的。训练是言字平，爱用真理教示因，分享互因知。锻炼是金字平，若像这练金仔共款，互因信仰哪来哪坚强，哪来哪纯粹，会当归荣光上帝。第三磨练是咧磨石啊石字平，迄个无属上帝咩咩角角、气气、粗粗的所在，拢甲磨互无去。互因会当哪来哪顺转，哪来哪永驻，来服侍上帝，搁服侍正人。而且我要甲咱中间有较少年的，咱爱做很好的沟通。请恁爱记哩，长辈训练、锻炼、磨练恁的时，毋是在欺负恁，是要互恁伫准备好势时，会当承接教会。因为遮有一天拢会是恁的，但是恁准备好势无？只有准备好势，才有法度来承接教会，成做荣光上帝的团体。咱来听因，不要宠坏他们。咱来认真甲因沟通，然后互因有空间甲机会来实习、来锻炼，互因的信仰会哪成熟。互因做工会快乐，会哪加天。有一天，咱来看见因会成做上帝甲咱拢看做荣耀的接棒人。对啊，我要用一个故事甲大家分享。蔡牧师最爱讲的约翰卫斯理嘛，是我最爱讲的一个约翰卫斯理。伊有足侪故事通分享，伊是18世纪上重要教会起造者甲组织者。也是上捌宣教、搁捌诸神的一位牧师。
伊其实嘛提出一个足特别的，叫做基督徒的经济三原则，互咱伫去做教会、经营教会，也是讲去做咱家己的生活甲工作的时阵，有足好的提醒。伊讲，你爱尽力去读，你爱尽力去节省，然后你爱尽力去互别人来分享。啥物意思？第一，爱伫无伤害别人，也无伤害家己的原则内底，来认真工作，互咱的财务会当得到好的起造，贡献伫社会伫咱的才能内底，无伤害别人，嘛无伤害家己，即个原则最重要。第二，咱要有简朴的生活，尽量的节省，毋好虚华，毋好看开，毋好做月光族，因为咱无节省，咱无法度真做有一个纪律生活的门徒，也无法度有快乐来分享，所以尽力的省是足重要。第三，咱爱尽力分享互别人，因为耶稣讲：恁白白得到，就白白分出去。这就是咱爱做的，毋是咱愿意的，是咱为当的一切，就安尼分享出去。所以咱在每一届开会的时阵，咱拢爱问家己一个问题：我做安尼对得起上帝吗？我做安尼对得起教会吗？我做安尼敢有违背我的良心无？我的信仰良心无？就咱若讲安尼无，咱就会当平安来完成上帝所交托逐项的事工。所以，因为安尼，卫斯理一世人128磅体重，足控制了足好势。一年敢若开28英镑，控制了搁较好势。所以28是足重要的数字，对伊来讲，一世人88档的人生，伫伊的日记写了足清楚，这是咱爱学习足重要的模范。亲爱兄弟，咱拢伫世代的中间，咱爱承先启后，代代承传。亲像咱的会歌所讲的，信徒第一大工是趁机会去引带人，引带一人搁一人，为主着磨无空空。咱爱会记哩心灵的起造，甲建筑的起造爱做伙，甚至心灵的起造比建筑的起造伊的要紧甲优先性搁较头前。咱爱知咱拢是刷接者，也是准备者，这就是承先启后，代代相传的意义。上帝在编辑，上帝在编辑，相连的故事也在继续。每一个故事拢有搁较侪兄弟的参与，咱就将这个直直编辑起来，诚做亲像彩虹的迄个水个彩色，真水献互上帝的面，也诚做上帝甲人和好的记号。咱做伙来祈祷。天父上帝，阮感谢你，110年前你用恩典甲智慧的引带，互双连教会起造伫即个社区110周年来，诚做你荣耀的见证。祝你继续带领阮每一个双连人，伫阮的世代，伫阮所徛起的所在，合一三听，诚做你荣耀的记号，搁诚做社区的利益甲众人的帮助。新的一年，愿你加倍赐福引带，恩上加恩，力上加力。安尼祈祷，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求，阿门。